且收看因果禅灵红宝忏。良早设想发展未来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改，打拼的人。甲无永远徛在在，名声若好才有空，今的招牌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。打拼的人，甲无永远徛在在，名声若好才有空，今的招牌。啥物？新娘拍见？王公主啊，我甲小将军哦，已经四界一直找，找到呢，拢总找无。你嘛较紧嘞，叫我指点一下，我伫倒位啦？食老愈老愈糊涂，煞失算啦！小叔，敢我娘讲伊有危险？危险是有啦，有惊无险，但是派人进去找啦。啊，你讲几步，啊目标伫倒都唔知影，啊，过来去找，是要海底无尖哦。顶哪？顶哪？西高深山有一个竹拿埔，前世业种牵连南中创义无，嘛有百年的破庙无头的佛祖，要等炉主红巾白头路啊，白头路。哈，你是讲有一个无头的佛祖？等路主要绑红巾。恁去就知。啊，那安尼我嘛要带着我来去啊。你明会去？我，你若去吼，因果未现，阿燕伊就变无脸。敢讲，这就是老禅师所讲的顶下步。会感觉这足稀微，我若有一个感觉，这个所在哪像捌来过？奇怪，我哪有这个想法？西高深山有一个竹拿埔，前世业种牵连南中创义无。无的确，我真正捌来过。小姐，咱是要去倒位啊啦？这条路并不是要去丁总到桃园岛的方向啊。我毋是要去因兜啦，可是梁公若是有心要骗咱，伊是要转去厝。人海茫茫，若是安尼，咱是要去倒找伊？我嘛毋知影。也毋过，大家拢出来找，我哪会用无出来找？夫人啊，你实在足可怜的呢。将军以后，伊实在不应该变心，要去娶小姨啦。你知影啥物？行，过去头前找看觅。我安尼做，应该无误着。至少，我灵姨袂怪我。
我有什么阴影？百年的破庙内吼，有一个无头的佛祖，等待老祖吼去甲放红金。禅师的指示有玄机，项项应验无差异。无头的佛祖今日见，内中唔知啥玄机呀，啥玄机？老禅师有伫咧讲，假使若看到无头佛，都用红巾甲伊绑起来。若安尼，这个佛手一定伫这个附近嘛。什么人来这么只恶质，竟然假斩不死？手若是归位，就不妙了。这要如何是好？胡主仙，嘿，无你在想啥？哦，做歹代志哦，你今日讲给卡着着哦。你莫别讲啦，我甲你同款，咧找人工啦。哦，歹势歹势，原来你跟我同款，做咧找阮小妹就对啦。好啊啦，无要紧啦，你赶紧去找人较要紧。啊你咧？这山头遮尔宽，无吼，咱分路去找啦。哦。你围一边，我来头前看卖啊。啊无安尼啦，咱一个约定好无？咱分路来去找，啊非得找有找无不管，咱互阮以前拢在遮相等，啊了解一个结果，吼。好啊，你赶紧去找啊。哦，我来找。等待老祖来绑红巾，要若安尼讲，我毋就是这间庙寺的老祖？庙无论你是大也是小，新也是旧，五佛在心头，心诚则灵。你就会去人着哦。原来迄个草就是我。哎，什么人？我跟你无冤无仇。什么你无冤无仇？什么？你想看没？上宝，懂得，俺今世完事，俺今世做一个解决。感谢佛祖相救。哎呀啦，啊，这个糊涂仙是去到遐尼久，啊，怎么拢无看人？去倒位啦？哦，敢会是已经找着阮小妹啊？哼，你甲阮小妹高高低的款哦，啊好，来你就知死。好。哎呦，哎呦，糊涂仙呐！啊，你是安怎？你是中歹受伤是无啦？啊！我拄只拄着一尾大蛇，惊一个暴雨砍卡落去啦。哎呦，你手脚含慢呢？啊，大人大姐啊，就要倒蛇你也惊干呢？不要紧啦，我这有上药啊，你赶紧接落去，足紧就复原啦哦。袂害你啦。
你是叫豆豆打着，安尼真危险！来，紧来，紧，这个要过来。哎，你莫来起脚动手啦，男女授受不亲啊！你讲我哪讲啊？我妈要结婚呢，我是想讲哦，你真危险，所以讲是甲你叫人家去，来紧闹回来。哎呦，你若是过来打黄金嘛？哎呦，你是看有清楚无？到底是叫豆豆甲你打着，还是这是金龙甲你打着安尼？我免哪会知啦？嘿，我就看是尾长长的吼，我就跋咧坎骹，我插的是蛇熊。安尼一定是金龙无唔对。哎呦，若是金龙，这是好结条，你知影无？我继续和你做代志哦。夫人啊，遮这个暗晌，咱莫搁去啊，人已经来转啊。袂用诶，若找无人，无要转去啦。创啥？我伫恁两个啦。大胆！你知影我是啥物人无？我管他你是啥物人，就算我风摇扭扭，我嘛要治啦。救命！你要怎过去？我这个你要怎做？救命啊！放手！你敢放手？啊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爱分惜。请若好才有空，因免招牌。想要到，夫人嘛冒险出来找我，好佳才有拄着我，要若无，毋知会发生什么代志。我心如情，不能为人做牵头。我这摆走出来，一定惹袂少代志。我安尼做，是毋是毋知影牵头？多谢壮士救命之恩。道见不平，毋免细声。夫人，这深山哪来这么危险？我拄则毋是已经叫你转去啊？你哪会阁来？我是有一个疑问，想要请教你，请问壮士是毋是姓丁？姓丁，夫人认唔着人。你甲我熟悉一位丁小姐，生做真同款。真实的，我毋捌什么丁小姐。伊救过阮相公，你救过我，你的相貌、人品、甲声音，拢甲伊生做真同款。感情是这么讲。伊是阮相公，准备要娶的女房，也毋过毋知影为着什么，煞会离家出走。自从阮相公甲伊派做永州的总教头了后，我一直拢无机会甲伊面对面好好讲一下。老实讲，以前我是有甲伊当做我的情敌，我真惊阮相公器重伊、欣赏伊，会去爱着伊，甚至规个心拢伫伊遐。有影无毋对，将心比心，去互我了着。自从阮阿娘宣布要甲伊带做离房了后，表面上我是真赞成，也毋过我的心肝内是非常的惊吓。我惊，毋但我的地位也无去，我的相公，卖规个人拢互伊抢去，我真正足痛苦。对啊，我知影阮相公是真正咧介意，而且伊嘛非常的温柔、谦虚，甲我同款，拢是佛教徒。我相信以后我甲伊斗阵相处，一定袂有误会，袂有冲突，会斗阵合作，斗阵辅助阮相公。到即马，
我才真正了解夫人是这么恩惠，这么善良。所以，我一定要甲伊找倒转来。玲公，你是不是会用甲我斗相共，甲伊找倒来？夫人，你拄则叫我什么？玲公，我早就认出是你啊！拄则所讲心内话，真心期待共一家。夫人毋知讲真也讲假，心内踌躇，毋敢答问题。果然是你丁玲公，求你转来奉陪房。夫人心意不敢忘，等待他日再思量。思量，思量什么？行，甲我转来去。夫人，故事。玲公，玲公，我是真心真意来请求你，你若忍心过来离开咧？讲是讲准爱讲人，爱分相牵连。车落好照风，因的照报纸上书，敢讲我前世假实是一个差夫？英雄不论出身家，柳贤君注定爱有风发的人物。风发的人物，到时阵你就知啦。也毋过，迄个三顾道人，伊竟然是我前世的仇人，为什么会出现伫这世？啊，伊就迄个条台的国师是高正转世啊。如果是高正，也若安尼讲，我甲伊到底是几世冤仇？恩怨情仇大轮回，六道众生业相随。因果报应爱忏悔，才免出世入世千百回。因果报应爱忏悔，才免出世入世千百回。观世音菩萨，你大慈大悲，庇佑阮赶紧找到灵光，使你愿意接受折福，来交换所有祖宗的业障，所有的罪孽，都留世间的一个人来承担。阿娘，阿妹，阿娘，所有的罪孽，唯有我阿娘一个人承担。一切拢是我唔对。其实我的心肝一直在反对这件亲事。啊！你心肝内一直咧反对这件亲事啊？阿娘，我惊玲公会轻易我所有的爱情，所有的幸福，是我自私。天公伯也是咧处罚我，才牵连到这件婚事。阿娘，请你原谅我，我对不起你。起来，紧起来！这袂完全怪，要怪，爱怪阿娘，怪我无好我将一切代志甲你讲个清楚，互你这段时间心情这么艰苦。对啊，阿娘，拄则伫路，我有拄着玲公。爱人呢？我有甲我的心内话拢讲互伊听，我嘛有请求伊，会当甲咱做一家人。我愿意甲伊斗阵学舞，斗阵帮助阿燕。阿有答应无？伊讲要考虑一下。我本来要请求伊，也毋过伊话讲完，伊就向讲走啊。练功，将军，练功。
大海，有念有拜智慧来，恩往情仇照镜台，讨济害济是应该。阮目睭抓一粒线，伤心感觉较自然。你始终阮了解，已经打动阮心弦。你该选择我，酒后吐真言。感情世界有啥人证明？最后敢袂变云烟？爱你这用心，不敢对你有欺骗。你对阮的爱，希望真正有缘。爱你这用心，无奈不敢有怨言。你对阮的爱，一定不敢表现。啊，敢是讲准爱讲人，啊，爱分相牵连，透过选择，有啥人轻生？